尝尝。你忘了，我小时候最不喜欢吃的就是萝卜干了。哼！我还记得，你小时候在这儿让我们涂姨奶奶的裹脚布呢。哎，我还记得你小时候穿着肚兜、光屁股的样子，挺好看的。讨厌！小云，你怎么了？你看，你快看看，那是什么呀？那不是刚回来的袁小云吗？不是省油的灯。前几天还只看到甄家小姐骑自行车，转眼换了，把自行车装上汽车喇叭了。什么自行车装上汽车喇叭？明明人家把汽车拆成两半，分左右两边开。今天开这边，明天呀，他要開那邊了。這世稀奇的事情多着呢。是。我今想什么都不看，什么都不想，不去爱，不去恨。那我也跟你一样，什么都不去看，什么都不去想。为什么不去爱啊？我心里没有恨，只有爱。如果尋找是最好的報答，我要把你送到遙遙天涯。如果心裡是最好的牽掛，我的宿命就是找不到家。如果你的敲門是我今生的花前月下，如果我的目光是你回頭的懸崖。袁小鱼，你疯了！姐姐被你摔伤了。袁小鱼，你疯了！你为什么要打怀甫？心疼了？我当然心疼了，他是我弟弟。打的就是你弟弟。住手，怀甫！谁让你打他的？小云，小云，小云！姐姐，姐姐你怎么了？没傷着筋骨，我給你塗了舒筋活血的藥酒，再裹上紗布，過2-3天就好了。一會兒啊，我再給你幾塊我們日本的膏藥，小姐可以貼在身上疼痛的地方，很管用的。
我看呐，這紗布也不用纏了，自然會好的。我這個弟弟呀，淨瞎操心。哎，上药是好的，小姐哪能跟那些幹力氣活的人相比呢？姐，你这几天要是想上哪儿去，怀福背你去就是了。对了，云少爺的傷怎麼樣了？他怎麼會有事啊？他摔下去的時候，姐姐正好給他做了墊背。懷福。啊，對了，淵田大夫，其實我沒有事，你去幫雲少爺看看吧。哦，我進府的時候看他已經沒事了。哎呀，那你再幫他查查呀，骨頭什麼的，看看有沒有什麼內傷。對對對，我一會兒就去。哎，小雲，你來啦！我正說讓淵田大夫給你去看看呢。你的傷怎麼樣了？袁先生，於小姐正關心着你呢。你臉上的傷沒事了吧？有傷才好呢，沒人纏着我。袁先生，身上一定也傷得不輕吧？來，試試我們日本的藥酒和膏藥吧，跌打損傷全包治，不知道治好了你們多少中國人呢？我有藥，用不着你們東洋人來治。小雲，你這是幹什麼呀？淵田先生為我們家服務了幾十年了，我爹都沒有這樣跟他說過話，你怎麼可以？袁先生，請息怒，中國、東洋都是同文同種嘛，啊，同文同種，袁先生又何必計較呢？既然同文同種，你們大日本帝國為何還要殘害中國人？請離開，滾，滾出中國，滾回你們大日本帝國去！袁小雲，你瘋了！淵田先生跟你無冤無仇的，他是我們甄府的貴客，你不能這樣對待他，你要向人家道歉。甄大小姐，今天不是他走，就是我走。千金膏藥，中國的，不比那些東洋的膏药差。袁小雲，哎，云少爺好，是給小姐的信，是，我幫你給她吧。謝謝云少爺。他還活着。姐，啊，衡荣學堂的校長派人給您和雲少爺送來的請帖。讓我看看。邀請衡榮學堂校董查振庸代表衡榮學堂全體師生，恭請甄於小姐、袁小雲先生蒞臨我校為全體師生演講。題目是青年人的本分。哦，對了，那個校長還說了，如果袁先生推辭，他會親自上門來拜訪，並在榮興齋設宴。
宴請袁先生。给同学演講是件好事，我看宴請就算了，用的還不是學生的錢。那，替我代袁先生答應了。嗯。哦，對了，姐姐。什麼叫演講啊？你這個呆子，哪懂啊？你看看人家雲少爺的做派，人家的裝扮。現在小雲回來了，太好了，把那個什麼渣舅舅、渣老爺給鎮住了。他之前不是說嗎？要讓我們甄府上無片瓦，下無立錐之地。這下呀，倒發帖子專門請我們甄家的人了。姐，那萬一云少爺他不答應啊？我答應了，去吧。哦。哎，怀甫啊，拿来。我可没答应啊！我替你答应了。你凭什么知道我会答应呢？你必須去，因為你的眼睛看得高，看得遠，你希望我們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好。而且我甄於讓你去，你就必須得去。你讓我去，我就得去。我要是不去呢？你是故意的，故意跟我鬧彆扭。不是。你一定會去的。再說了，你想想啊，恆榮學堂幾百名學生，他們沒有看到過外面的世界，可是你知道什麼是賽先生，什麼是德先生，你會講給他們聽的。哎，你就去嘛，就算是為了我，好不好？哎，跟你說啊，我也很想看看那盞燈呢。我已經跟萬校長約好了，給我安排個好位置，到時候啊，我要去當聽眾的。好吧。瞧我这弟弟，怎麼一回來就驚動了恆榮學堂的渣老爺？這要一講啊，那省裡10里8鄉的學堂，怕都要給小雲下帖子了。也不知道從哪兒刮來的風。新思想，新生活，還問是你自己刮來的唄？外面的世界就是比咱們這裡熱鬧。我弟弟呀，真沒白在上海待了10年。小雲吶，不管舅舅懷着什麼鬼胎，你就去講。哼，照不亮他渣老爺渣舅舅，就照亮全部恆榮學校的學生。于小姐，你來了。我的信你收到了嗎？收到了。那怎麼不回呢？沒看怎麼回啊。哦，對了，以後你不用給我寫信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我愛上了一個人，袁小雲。喲，七公公您老人家也來湊熱鬧，一會兒袁小雲講的可都是新思想，怕是不中聽，您老人家也不避一避，萬一氣出個3長2短來，那可就遲了。舅舅，梁中是不是經常在家給您上課呀？一會兒小雲演講的時候，我們就使勁給她鼓掌，氣死誰呀？活該！恐怕這些老人呢，
也是来开开眼的吧？大家安静一点儿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荣幸地请来了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亞大學的袁小雲先生，請他為我們演講。演講的題目是《新青年之本分》。鼓掌。刚才同學跟我說，恆榮學堂是建於民國初年，在教什麼知乎者也、四書五經。我想跟大家說的是，現在中國開始變化了，我們開始接受新的思想。那是什麼呢？您說的德先生、賽先生？沒錯。賽先生是科學，德先生是民主。有這樣一群人，他們一直在堅持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主義，他們叫做新青年。人活在這個世上，總要做一些事情。大清皇帝被趕下了台，想做皇帝的袁世凱也被氣死了。女的不再裹小腳，男的不再留辫子，娶小妾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了。現在呢，年輕人開始自由戀愛，他們可以和自己喜歡的人結婚，婚姻必須是兩廂情願、情投意合、兩情相悅。那麼似乎我們新青年沒有可以去努力的事了。不，我想告訴大家的是，現在的中國仍然處在一個弱肉強食、大魚吃小魚、罪惡的世界。如果同學們有一天能夠去一趟中國最繁華的都市上海，就能切身體會到這些罪惡。在那裡，商人和生產者、資本家和工人、太太和丫鬟，都遵循着這樣的大魚吃小魚的規則。如果你是小魚，為了生存，你就必須不顧一切地逃避被大魚吃掉的危險。大魚厚顏無恥，貪得無厭。大魚們呢，往往又是勾結在一起的，他們有軍隊、監獄和法庭。他們可以以任何借口把槍口對準你的胸膛。請問袁先生，是不是說新青年就不要正直和坦誠呢？作為新青年，當然離不開正直和坦誠，這是一個做人的本色。那好，借用如此寶貴的機會，就請袁先生向我們大家坦誠一次，請他說一說他在上海聖瑪利亞大學的學習，比如究竟學了哪些課程，是否值得我們恆榮的借鑑，有什麼樣的學習心得？袁先生，是不是不方便講啊？我這裡呀，有一封信，是我的一位舊友，曾經在上海也認識袁先生。信中說，上海聖瑪利亞大學根本就是個女子大學，不收男生的。10年前，袁小雲被一個外國的傳教士收養，在學校的教堂裡做雜役罷了，因此也偷學了幾句英語。後來，袁小雲在上海灘和幾個闊太太相熟，
靠他這張小白臉兒掙了不少銀子，而且啊，在前不久，袁先生還勾引了督军趙廷芳的太太。没想到还是这样。是的，我是一個雜役，一個旁聽生。我是做過很多不應該做的事。在上海，我看到了很多的不公平，而那些窮人們，那些沿街乞討的窮人們，他們甚至討不上一口殘羹冷飯，而且還常常被阔老爺、阔太太們踩在腳下。我就曾經見過一個衣衫襤褸、在乞討的小孩被活活的打死，還有我們這個落後的蘇城南園被幾個封建大家族只手遮天，他們作惡多端，欺行霸市，整天過着花天酒地、醉生夢死的奢靡生活。他們就是一具具行屍走肉，跟那些上海大富豪們遜色不了多少。同學們，這就是罪惡。作為我們新青年，我們要打破這樣的法則，推翻這樣的規矩。然而，仍然有這樣一類人，他們用虛偽的仁愛、虛偽的德理來標榜自己的所謂仁慈善良。其實，他們這些人是封建禮教的殘渣，他們戴着虛偽的面具，口是心非，道貌岸然。他們阿諛奉承，見風使舵，指鹿為馬，居心叵測。作為新青年，這些是我們不能要，是必須要拋棄的。我們要用新文化去武裝自己，做口的巨人，行的高標。刚才我們講了虛偽，這是我們國人最大的劣根性，這是萬萬要不得的。大清朝就是因為虛偽，死要面子，不肯接受西方人的洋槍洋炮，西方的新科學、新思想，所以才把我們的國家變得如此的落後，遭受那麼多的屈辱。現在被一個彈丸之地的日本欺負，堂堂的中華民族啊！為什麼？是為什麼呀，同學們？就是因為落後，落後就要挨打。封建主義的枷鎖，資產階級的牢籠，深深地囚禁着勞動人民，深深地囚禁了我們國家的發展。魯迅先生在《吶喊》裡這樣寫道：在一間鐵屋子裡，一群熟睡的人即將被悶死。如果這個時候你大喊幾聲，就會驚起幾個較為清醒的人。這幾個人既然醒了，就不能說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。所以，站起來吧，新青年們！我們全都站起來，讓我們一起努力，打破這封建主義的枷鎖，資產階級的牢籠。所以，我們的學堂，它存在的意義就在於，要不斷地培養出具有這樣頭腦清醒的新青年，從課本中獲得科學知識，
從思考和實踐中獲得民主思想。我們要為平等自由的民主社會吶喊，為廣博的科學力量吶喊，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前進吶喊。這就是一個新青年的本分。一位绅士刚回來就騎着哈雷摩托，帶着個女孩子，摟摟抱抱招搖過市，還說是什麼新思想？什麼新思想啊？啊？這就是沒廉恥。万校长，请問我可不可以借貴校寶地，跟我們恆榮學生講幾句話？當然。下面我們請藏書樓的捐獻者甄大小姐講話，大家歡迎。我今天要講的正是藏書樓的問題。大家都知道，現在國難當頭，學生們應當努力學習，報效國家。我想，當初我父親捐這座藏書樓，也是希望能夠給大家帶來更好的學習條件。但是現在大家有目共睹，藏書樓被貼上了封條。我也想請万校長坦誠一次，為什麼這上萬冊的圖書寧可被雨水泡了，被蟲叮了，也不向大家開放？這些都是一些不健康的書籍。不，這些書都是我們甄家花了3000兩銀子，令萬校長上海北平一一跑來跑去，仔細挑選的中外經典呢。你看查老爺幹什麼？我父親在世的時候，你聽我父親的，這些書是健康的。等我父親去世之後，這些書又忽然變得不健康了。萬校長，您說話呀！您不是要坦誠嗎？說經典是你，說不健康也是你。你出尔反爾，顛倒黑白，趋炎附勢，你還有什麼資格當一校之長？甄小姐，你看不起我這個一校之長沒關係，但是你必須尊重恆榮的董事查老爺。你瞧不起我這個一校之長，但是你們甄家有錢，你們可以另起爐灶，再辦一座學堂嘛。好。各位，我就是想辦一所新學堂，學上海，開蘇城的新風氣。聽見了嗎？聽見了嗎？剛才甄家大小姐一時高興，說要在蘇城辦一所真正的洋學堂。那好嘛，甄家的銀子就有地方花了嘛。我們大家都等着瞧啊。志向不小啊，奇志可嘉，奇志可嘉嘛。我的志向当然不小，连舅舅都表揚我了。你以為是把我推上去，推到火上烤了？你說呢？舅舅，我在問您呢。小孩子意气行事，我可不跟你一般見識啊。对。我們不和他一般見識。今天名為演講，但是卻隱含殺機。我就要一般見識，我就是要頂頂這個針兒。真正的新學堂，我甄於，我們甄家是辦定了。校長就是袁先生袁小雲。袁先生，你願意接受我的聘請嗎？你不接受也得接受，我代你答應。大家歡迎。
进来。姐，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訴你。那就想好了再说呗。哦。是不是云少爷？啊，云少爷提着行李箱走了。走了？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小云。你干什么？怕当校长，想一走了之啊？你别拦着我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让开！你不能走！我告诉你，我爹从小就宠爱我，他雄霸一方，我生活的无忧无虑。可是我对征服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。我想去上学，我爹不让。后来我爹去世了。我继承了甄府所有的财富和权势，但是我的眼前一片黑暗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什麼也看不清。我看到的只有爾虞我詐、醉生夢死、勾心鬥角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世界裡出現了一盞燈，它高高的掛在空中，照亮了我，照亮了我的前程。小雲，你知道嗎？你就是那盞燈。我告訴你，只要我甄瑜認定了你，你就不能走，必須留下來和我結婚。你真是甄千葉的女兒，甄乃祥的妹妹。是，我就是甄千葉的女兒，甄乃祥的妹妹，亂七八糟的甄家人。可是我愛你，小雲，我瘋狂地愛着你，我愛你，你明白嗎？背我。像小時候一樣。你不怕我把你扔下湖嗎？只要你願意。你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。我不後悔。相信最美的花一定會開在雪後的大地，所以他會把期盼深埋在心裡面，最寒冷的日子他不會憂傷。他相信最真的愛在那一天回到他身邊，所以他會有生命中最美的季節，去守候那一定會來的幸福。真是這把。他把愛藏在心裡面最溫暖的花園，等到雪融化的時候再散發出芬芳。窗簾都拉着呢。他把愛放在心裡面最柔軟的地方，等着你帶回的春天會綻放出幸福的花。藏在心裡面最溫暖。我聞到了一股
辣的味道。你们甄府四处都能聞到這種味道，我那天一回來就聞到了。大小姐，你聞不到嗎？不會是哈雷摩托的柴油味吧？10年前我在甄府聞到過，現在我知道，這個味道就是從這兒傳出去的。既然這麼恨甄府，為什麼還要回來？你問得真好，我也在問我自己，為什麼現在還要回到這陰曹地府來？我們倆這是怎麼了？剛才還好好的。10年了，一點都沒變。要不要來2口啊？怎麼了？你們這些新派的，見了鴉片煙就跟見了惡魔似的。都說大煙不能碰，可我就是喜歡。我爹從小教我學會了享受這些，但我不是好好的，又沒有缺胳膊少腿兒。你說話呀！你老跟啞巴似的。你以為你去了上海就變成人物了？去过上海灘怎麼了？管洋人叫先生怎麼了？會騎摩托車又怎麼了？小雲，你怎麼了？大小姐，要不要替你燒個煙泡？你會燒煙泡？怎麼，你不相信我？平時都是誰替你燒的？我愛福啊。你們甄家的人不都喜歡別人替你們燒煙嗎？怎麼，真怕我燒不好啊？告訴你，當年你哥哥最喜歡我替他燒煙了，他最喜歡抽我替他燒的龍虎斗了。別不好意思，我不就是你們家的小厮嗎？我就是個小厮，一個只會燒煙炮的小厮。什麼呀？你又來了！我不想跟你吵架。拿你尋開心，我巴不得把自己白送給你，讓你拿去尋開心。大小姐喜歡的話，那就來吧。我不許你胡說。10年前，你多大呀？我那時還小。10年前，我父親就看中了你。看中了我？嗯。他臨終前說的就是你的名字。我真有一個好爹。是，你有一個好爹。嗯，他臨終前就說的是小雲，他說了3遍。小雲不就是你嗎？不過這麼多年，你都去忙什麼了？
的，我们倆要结婚了，我都可以想象他会有多高興。我呢，要让真鱼做伴娘。那要让谁做伴郎呢？哎，小云，你怎么了？真鱼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啊？你要结婚的未婚夫？嗯。那个古董先生，报馆的记者。这是真的？是啊。袁小云，你既然已经有了未婚妻，你为什么还要对我好？谁对你好了？你带我骑哈雷。骑哈雷怎么了？是你要骑的。你还给我讲外面的世界，给我讲上海。外面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再说了，我对谁都这样。对谁都这样？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写情诗，写给我的无爱？小云，我写什么了？献给我的无爱。你听听，如果你是急流，我就是流进你胸膛的小溪，和你生生世世相融，永不分离。这是写给你的吗？我还是谁？大小姐，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。这首诗是我写给婉月的，写给我的月。你忘了吗？如果你是夏夜的百合，那我这是花瓣上的露珠，滋潤你抵禦骄陽的酷烈，融進你的汁液。如果你是雲中的秋月，那昨天晚上呢？昨天晚上怎麼了？你想想。你不了解。我一生一世都要跟着那盏燈前行。你會後悔的。我不會，我無怨無悔，寧可粉身碎骨，我也不會後悔。刚才什么在响？是大小姐。听说云少爷一大早领了个姑娘回来，大小姐一见就吵了起来，还開了槍呢。姑娘，窑子裡的。小云有事嗎？云少爺沒事兒。小云，你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這是怎麼回事？你為什麼寫信要我今天一定要回來？這到底發生了什麼？你自己也看到了。你跟真魚之間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沒什麼。沒什麼，他要用槍對着你，他會發這麼大的脾氣，我從來沒見過他這樣。你跟他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？我跟他一起睡覺了。不可能！隨便你怎麼想，是你自己的事兒。你叫我回來就是為了讓我看這個。我說過了，隨便你怎麼想，我無所謂。小雲，你怎麼變了？在上海那個樂於助人、博學多才的袁小雲到底去哪兒了？你不懂。
隨我來。你的客房安排好了。婉约姑娘，暂时就住在这间客房，可以吗？嗯，谢谢朱山叔。我先走了，你们谈吧。嗯。哎。枪呢？这次可要瞄准一些。我恨不得一刀宰了你！敢用刀了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再说一遍。袁小云，你……请让。给我站住！你为什么騙我？既然你已經是婉約的未婚夫了，你為什麼還要和我？跟你上床？不就是上床嗎？你們甄家哪個男人啊，不是和幾個女人上床？你混蛋！大小姐，你這是在教訓誰？我們甄家是亂七八糟，可是我不想亂七八糟。你的手怎麼了？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的眼睛。天上的雲好多，雲再多也遮不住我的眼睛。袁小雲，你是愛我的，你是愛我的。不愛。你不愛我，為什麼不看我的眼睛？不想看就是愛了嗎？荒唐！你的眼睛想藏住什麼，可是藏不住。你的手告訴我，你藏不住了。藏不住？我從來就是深藏不露。別嘴硬，嘴硬沒有用。你藏不住你的一見鍾情。哼，我算是看透你了，你又何必呢？掖着藏着，多難受，多痛苦啊！我告訴你，你必須在我和婉約之間做出一個選擇。你必須帶着我去尋找光明。我馬上就和婉約結婚。你結吧！回来怎麼不寫封信？我給你寫了，信呢？兵荒馬亂的，弄丟了吧？
知道你一直牽掛我。我不是回来了嗎？小云知道你今天回来吗？是啊，是他写信要我今天一定要回来的。看你一身的风尘，先洗个澡吧，我这儿有干净衣服。我陪你吧，像以前一样。你们早就认识了。在信里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在信里只是说爱上了一个古董先生。鱼，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，但是，请你先听我说。小姐，要吃点什么呀？来个馄饨。行。哎，这边，谢谢。哎，小姐，慢慢用啊。谢谢。慢慢用。馄饨煎饼。哎，馄饨煎饼。馄饨煎饼。快来查，快来买啊！把箱子还给那姑娘。小姐，上海这地方要小心。先生，好功夫啊！先生，刚才那个跳江的人，他没事儿，死不了。他不是革命党，是参白党。哦，没念过书吧？让你孙子念书去。不读书啊，脑子里全都是浆糊。哎，还愣着干嘛？先生，你跟摊主说些什么呢？让他孙子念书去。这小姐口音是苏城人。苏城南园。那小姐贵姓？施婉月。那先生，您呢？那你来上海探亲的？我是来报仇的。把日本人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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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把日本人趕出去！這裡有軍校的學生嗎？軍校？是啊，我要報仇。報仇？對，日本人在東三省殺死了我們多少同胞，我們一定要反抗。我要殺的是土匪无菜刀。我們要反抗一切反动階級、剥削階級和帝國主義。文英先生，文英先生。把日本人趕出去！把日本人趕出去！把日本人趕出去！你出來！今天外面出太陽了，暖和。老兄，給根煙抽吧。走。太太，外面有人，說是您的朋友。我不是跟你說過，不報上名字就別放他進来。如今的年月，什麼樣的壞人都有。坏人自己来。哦，你是？名城早報記者陶文瑜。你不會是腰裡別着槍入室搶劫的羅賓漢吧？怎麼會？我連您手上那件小玩意兒都沒有。羅賓漢腰裡沒別着槍吧？那我怎麼知道？你知道我是誰？這是什麼地方嗎？你膽子可真不小啊！誰不知道上海灘第一美人是趙督軍的太太曼芬？你先下去吧。哎，坐吧，找我什麼事兒？劫色。说吧，什麼事兒啊？我不請自來是為了一位朋友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您的朋友。我的朋友？誰呀？新知書店的王經理。王經理和一個女店員在給你送畫報的路上碰上了學生遊行，無辜的被抓進了監獄。可能這個時候要被拉去槍斃了。哦，屏風的部下怎麼能隨便殺王經理呀？怪不得最近的良友畫報沒有送來，原來是這樣。那陶先生就是為此而來了。冒犯了趙太太，請原諒。這麼仗義，這個忙我得幫幫，要不然天下又多了一個竇娥了。根本就沒有播出去，你的心思都在我身上。你要知道，這樣的事兒，趙督軍根本管不過來。你是說，你在督軍心裡其實根本就沒分量？原以為我找到了菩薩，以後趙太太的事也就是我的事，趙太太的快樂也就是我的快樂。不過你不幫這個忙也沒關係。我從今以後，永遠也不會打擾趙太太了。是你的戀人嗎？我看到有人吃醋了。